封咗路，勁多車。而家係早上時間，2026年嘅1月4日星期日早上09:45，唔知發生咩事。食結尾，好多警車，好似係發生喺21樓。我知啦，未預留21樓火警。21樓邊度睇唔到，唔算好多煙，不過好多人落晒嚟。